今日嘅福音講耶穌顯然喺門徒嘅眼前，而在場嘅人有咩反應呢？而家就聽聽段經文先，了解下當時嘅情況。在一周的第一天晚上，門徒們聚在一起，因為怕猶太人，門窗都關着。但耶穌來了，站在他們當中，對他們說：願你們平安。說完這話，就把手和肋旁給他們看。門徒看着主，都滿心歡喜。耶穌又跟他們說：願你們平安。正如父派遣了我，我也派遣你們。說完這話，便向他們吹了一口氣，說：你們領受聖神吧。你們赦免誰的罪，誰的罪就得赦免；你們不赦免誰的罪，誰的罪就不得赦免。8天後，門徒們又聚在屋裏，多默和他們在一起。雖然門窗都關着，但耶穌來了，站在他們當中說：願你們平安。然後他對多默說：把你的手指放在這裏，查看我的手吧。伸出你的手來，探入我的肋旁吧。不要疑惑了，要信。多默回答他說：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天主。耶穌說：因為看見了我，你才信嗎？那些沒有看見就信的人，是有福的。耶穌在門徒面前還行了許多神蹟，沒有記載在這本書上。這些記載下來，是要使你們信耶穌是基督，是天主子。你們信了，就會因他的名而得生命。聽完呢段福音之後，可能會覺得多默並唔係一個有信德嘅人，因為佢唔相信其他人同佢講耶穌復活嘅事。但換轉另一個角度睇，多默不僅僅係一個有信德嘅人，佢更加係一個經歷咗信仰巨大飛躍嘅人。我哋可以從下面幾個階段去理解佢嘅信德。從理性嘅懷疑開始，多默嘅懷疑並唔係出於固執或者惡意，而係一種對事實嘅執着。當其他門徒話俾佢知我們看見了主嘅時候，佢堅持需要親身經歷。我除非看見他手上的釘孔，我決不信。咁就可以睇出佢嘅信仰唔係建立喺道聽途說嘅層面，而係渴望可以好真實咁呈現喺自己眼前，又或者可以係用一啲客觀嘅事實證明。呢種誠實面對自己疑問嘅態度，就係佢尋求真理嘅起點，喺恩典之中達到信德嘅頂峰。當耶穌8天後再次顯現，並且主動滿足多默嘅要求，嗰陣時多默嘅反應就係整段經文嘅高潮，佢冇真係去摸，而係發出咗新約之中最崇高嘅信仰宣示：我主，我天主。呢句說話唔單止承認咗耶穌嘅復活，更加宣認咗耶穌嘅天主性。佢係喺咁多個在場嘅門徒之中，第一個咁清晰直接咁宣信咗耶穌嘅人。喺呢個時候，佢嘅信德從懷疑一躍而至巔峰，被耶穌肯定嘅信德。耶穌接着說：你因為看見了我才相信嗎？那些沒有看見就相信的才是有福的。呢句話並唔係否定多默嘅信德，而係將佢嘅經歷升華，同時亦係話俾我哋知，多默看見而信嘅經歷成為咗我哋未見而信嘅堅實基礎。所以多默嘅信德之路對我哋極具啟發性，懷疑可以係信德嘅催化劑。總括嚟講，多默從一個理性嘅懷疑者，到與復活嘅主親身相遇之後，轉變為一個信仰嘅巨人。佢嘅故事話俾我哋知，信德並唔係唔可以有疑問，而係遇到疑問嘅時候，繼續去尋求答案，最後會喺天主嘅恩典之中揾到實證。
所以以後聽到人講只要信不要問呢啲歪理嘅時候，你就可以講翻呢段經文俾佢知。好啦，今次嘅分享就到呢度為止，下次再見，願你們平安。